这是类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达桑木。本期的主要新闻有：习近平在上任近10年后首次突访西藏拉萨，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西欧洪灾灾民，英国议员呼吁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西藏境内多名藏人因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6岁华诞而遭捕。司政边巴次仁与驻外办事处代表举行网络会议。驻俄罗斯代表向卡尔梅克共和国推广世俗伦理学习项目。司政边巴次仁会见美国和印度的志愿医护人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本期的第一则消息。根据西藏境内传出的视频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没有任何官方通告的情况下，于本周四7月22号突访西藏首都拉萨和林芝地区。这是习近平在2013年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至今，近10年来首次到拉萨进行视察。在2011年，他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时，曾访问过西藏拉萨。藏人行政中央官方发言人丹增列谢先生对此指出，习近平应该要了解西藏人民的真实愿望，并将西藏问题视为一个长期未解决的问题。丹增列谢先生表示 Th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ed Lhasa and Ningdi and with Pompeius, even though it's a very secretive visit. So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is is his first visit since he became president of China. So we believe that when he visits Tibet, he should understand the real aspirations of the Tibetan people over there and consider that Tibet issue is a long-pending issue which is still not being solved. So therefore, over the last 6 decades, there is a Sino-Tibetan conflict, and with him as the president, with his visit to Tibet this time, he should initiate in resum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His Holiness the representative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另外，西欧各国从本月中旬开始遭遇连续强降水，引发百年一遇的洪灾袭击，造成数百人遇难。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悉消息后，随即于上周六7月17号致函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女士和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先生，表达慰问和关切。达赖喇嘛尊者在慰问函中写道：“我很难过看到前所未有的洪水对整个西欧造成破坏的报道，特别是影响到了比利时和德国。其中生命和财产的损害以及成千上万人所面临的困境是最令人不安的。”此外，英国国会下议院的议员们于上周四7月15号批准了一项议会动议，呼吁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该动议在关于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对中国政府进行制裁等问题进行近2个小时的辩论后获得通过。这项动议是由东奥信和绍雷姆议员以及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蒂姆·劳顿联合提出。议员蒂姆·劳顿在会议上发言时指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不应该在一个被指控犯有大规模暴行的国家举办。支持议员蒂姆·劳顿动议的国会议员汤姆·图根哈特、国会议员维尔·霍布豪斯和国会议员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也谈到了藏人和维吾尔人所遭受的人权侵犯问题。另外，西藏康区甘孜地区的数名藏人因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6岁寿辰于本月中旬遭中共当局的逮捕。据西藏前政治犯国罗吉梅透露，西藏康区甘孜县茶龙镇现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茶龙镇年约40岁的藏人男子宫阙扎西和一名叫扎坡的女士，
于本月中旬被中国当局指控，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寿辰日当天，在微信群组中分享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图片、视频和鼓励他人诵读祈祷文而遭拘捕。除被拘捕的消息以外，目前还无法获悉遭捕藏人的进一步信息。据消息人士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寿辰日前后的一段时间，还有20到30名藏人疑似被遭抓捕。由于中国当局严格管控通讯渠道，外界对这批遭捕的藏人情况知之甚少。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辩巴次仁于本周二7月20号在印北达仁萨拉的总部通过网络视讯，自今年5月上任以来，首次与驻各国办事处的代表举行了为期1天的会议。司政辩巴次仁在会议上致辞时，阐述了第16届噶夏即将开展的项目，以及为巩固全体西藏人民的愿景，通过恢复与中国政府间的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方面的努力。与会各驻外代表也在当天会议上相续向司政辩巴次仁介绍了各驻外办事处的主要职责，以及展开的各项活动和计划。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于上周六7月17号在会见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教育部长，介绍了由美国艾默里大学下属的冥想科学和慈悲理论中心为全球开发的社会交流、情绪和伦理学习项目。卡尔梅克共和国教育部长埃尔德内·巴里诺夫先生同意采用该学习计划的课程，并强调将与专家、教育学家和教职人员举行会议后，确定合适的时间和计划，开始在卡尔梅克共和国各级别的学校中逐步实施。与此同时，驻俄罗斯代表戴洛仁波切还于本周一7月19号在莫斯科参加了由印度驻莫斯科大使馆与俄罗斯科学院和维维坎南岛国际基金会合作举办的印度与俄罗斯佛教交流网络研讨会。据了解，举办此次网络研讨会皆在寻求印度与俄罗斯两国在佛教遗产方面的合作，并邀请来自两国的学者、思想家和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共同商讨未来印俄两国在共享佛教遗产方面的合作项目。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辩巴次仁于上周四7月15号在印北达仁萨拉的总部会见来自美国和印度的一批藏人医护人员，感谢他们在第2波新冠疫情期间自愿为藏人社区提供服务。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会议厅举办的感谢仪式上，司政辩巴次仁赞扬上述医护人员的无私服务，并指出，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医护工作者对藏人社区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上述来自美国和印度的藏人医护人员，在第2波新冠疫情期间被派往分散在印度的各地藏人学校和定居点，为当地民众和学生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并帮助在第一线抗击疫情的医护工作者。这项志愿协助项目由流亡藏人护士协会、北加州藏人协会、西藏基金和亚利桑那州西藏之友赞助。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